啊，回来了。哎呦，小伙子，辛苦你了！哎呦，来，大妈给你弄碗面吃吧，哎，暖和暖和。哎呀，不用，甭客气。不客气。来，快歇会儿，来吃点面吧，趁热。哎，趁热吃的，来，太客气了，来，给你筷子，快帮了，快吃，没事，趁热吃吧。哎呦，你这车都快修好了吧？嗯。哎，自打你来这几天啊，我们街坊四邻都。干嘛老跟着我呢？哦，我想起来了。让哥给你处理这件事情好吗？安静。你就是萧云柱。嗯。该死！你该死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他曾经被我。
有脸说呀？恭喜你啊，捡了一条命。从今天起，我打算雇佣你到我的公司，啊，薪水可不低呀，这还小。走。龚倩，哎，有什么发现吗？什么都没有。我怀疑这里是第一凶杀现场。就算是，人家也收拾得干干净净。职业杀手啊！龚倩，你要是那女孩子，进屋以后你怎么带人？我哪知道？你要这样的话，他可以直接拿枪打你啊！哦，不行，他还没问你要东西呢。凶手的主要任务就是问你拿那笔记本，对吧？我要是凶手，我离你坐得那么近，你害怕？你要是凶手，我当然不会让你离我那么近了。那我就掏出枪来，嘣，打死你！啊，那我就死了。那你就打在这儿了，对吧？不可能的，我这是开玩笑的。哎，怎么了？